歡迎嚟到黃先生戲院，各位觀眾坐好啦，開場。你有冇諗過一個福建仔點樣可以由上網打機變成亞洲最大詐騙帝國嘅創辦人？一開始佢冇背景、冇權勢、冇政商網絡，但係佢有樣嘢夠快，快到可以入侵遊戲伺服器，快到可以自動生成戀愛對話，快到政府未查，你啲錢已經唔見咗。呢個人叫陳志。一個用人性嚟寫程式、用制度嚟使錢嘅人，佢唔係黑社會，佢係創業家，佢唔係打劫銀行，佢係創造銀行系統。有啲人話佢冷血無情，有啲人話佢只係睇得太透，但係結果就係佢將詐騙、洗錢、販賣人性包裝成一盤合法嘅投資生意，乾淨到銀行都信，污糟到你唔敢睇落去。今集《太子帝國3：殺豬盤帝國》。睇清楚佢點樣將科技變成陷阱，將愛情變成武器，將黑錢洗成創新。陳志，福建人，37歲，唔係天才，唔係富二代，甚至中學未畢業。細個讀書唔叻，但係有一樣嘢好叻，寫程式。中學時期，其他人打機，佢就研究點樣入侵遊戲伺服器。17歲嗰陣，佢成日上網睇人哋點樣改遊戲。慢慢學識點樣揾漏洞賣道具賺錢，3個月就揾到13萬。佢唔係靠創業，唔係靠炒樓，佢靠嘅係技術加上做人冇底線。但係好快佢發現一個事實，寫電腦程式碼再快都追唔上人性嘅貪婪。因為你寫一個漏洞只賺一次，但係如果你識利用人性，係可以重複套現。技術只係工具。真正賺大錢嘅係操控情感、掌握弱點、製造幻想。佢唔想再做黑客，佢想做創造系統嘅人。系統識寫情書，識講甜言蜜語，識幫你談戀愛，最終目的係攞你嘅銀行密碼。你以為你拍緊拖，其實你只係佢後台數據入邊嘅一個目標。呢個世界有一種人，佢睇穿人性，然後將人性變成一門生意。陳志準備出發。目的地柬埔寨。2015年，陳志落地柬埔寨，帶住嘅唔係創業夢，係一套人性數據庫。佢知道亞洲有一個地方，土地平，政府鬆，貪污嚴重，啱晒做一樣嘢，起一個屬於自己嘅帝國。佢冇搞科技園，冇做孵化器，佢做嘅係詐騙園區。一塊地幾千平方米，起廠房，起宿舍，起偽裝辦公室，表面係科技公司，入邊係愛情工廠。但係唔係製造愛情，係製造戀愛陷阱。陳志咧親自設計一套內部系統，改名叫獵心。冇錯，就係狩獵人哋心嘅獵心。佢話唔係我要呃佢哋，係佢哋想俾人呃。因為所有詐騙都建立喺一樣嘢上邊，人太想被愛。系統每日可以開幾百個 Facebook 賬號，自動生產照片，設定背景故事，模擬聊天風格。有啲賬號咧扮單親媽媽，有啲扮成功投資客，甚至有啲係長期養號，等你主動加佢。一日對話幾千條，每一條都跟住劇本行，每一個表情符號，每一張自拍都係經過計算。佢哋叫自己做愛情銷售員，但其實佢哋係人工智能加黑客加騙徒嘅混合體。WhatsApp 入邊講甜言蜜語，後台就同時開緊受害人嘅戶口，試緊幾耐可以令受害人送第一筆錢過嚟。你以為嗰啲對話係真人打出嚟？唔好傻啦！喺柬埔寨一間冷氣房入邊放住成千張 SIM 卡，上萬個假賬號，畫面就好似間對話工廠。呢度冇人講嘢，講嘢係部電腦。一套叫做獵心嘅系統，寫好晒全套流程。第一句，你好，我係阿 Jack， 見你中意畫畫，我都係。你回應咗，程式再 send 第二句，你開始信佢，佢就 send 張圖，呢個平台可以幫你投資，穩陣過定期。成段對話全自動，唔好話你睇唔出，就連警察試過測試咧，都覺得係真人。重點係一個人寫好晒成百段劇本，配合人工智能同應用程式界面，自動化管理 WhatsApp、Facebook、Telegram， 24小時工作，唔請假，仲唔會問老細幾時加人工？呢個唔係詐騙犯，
係騙案架構師、人性工程師。陳志起嘅唔係廠房，係一間間愛情陷阱。員工訓練呢，唔係寫電腦程式碼，係講感情、做夢。佢哋唔係呃你錢，係呃你信任。但係一旦你信咗，你銀行戶口入邊所有嘢都唔係你嘅。就係咁，一個福建黑客變咗亞洲最大嘅人性收割機之王。你以為殺豬盤淨係得幾張靚相、幾句 BB， 我好掛住你。唔好意思，2025年嘅詐騙已經唔係講感情，係講技術、講流程、講規模。陳志設計嘅獵心系統根本唔係人用嘅，係俾機器用嘅。成個工廠唔係做實體產品，而係每日生產10萬條感情對話。第一層係大數據分流，喺公開平台攞晒所有公開資料，年齡、婚姻狀況、興趣、留言記錄、Facebook 群組。第二層就係人工智能分人系統。如果你係女人，中意傾心事嘅，系統就派個細心暖男出嚟問你食咗飯未，返工開唔開心。如果你係男人，中意啲成熟穩陣嘅大姐姐，系統即刻揾個 Madam 出嚟。如果中意悲情 feel 嘅，系統就整個單親媽咪俾你，話自己帶住個仔好辛苦，想揾個人傾下。簡單啲講啦，你中意咩，佢就有咩。如果你係男人，佢就係女人；如果你係男人但係中意男人，咁佢就係男人。如果你係1號，佢就係0號。成件事唔係1對1咁呃，係成個系統一路分析你，一路自動對應劇本、對白、情緒、語氣，全自動派俾你。第三層，對話自動化，每日幾萬段對話 ，WhatsApp、Telegram、Messenger、Line 全部同步控制。如果受害人開始懷疑，程式會自動轉變，由甜蜜轉可憐，由戀愛轉投資，梗有一個方法令你信。咁有冇真人參與？有，但係只係喺最後一步收錢。而收錢都唔再係銀行過數咁簡單，係全自動鏈上交易。自製虛擬貨幣交易平台，用 DeFi 錢包接收加密貨幣，再轉去幾層嘅智能合約，冚得乾乾淨淨。網站界面做得好似 Binance， 但係背後嘅伺服器就喺柬埔寨內部嘅內聯網，你報警都查唔到 IP 地址。有啲假平台仲有交易波幅圖、K 線圖、即時客服，甚至你入錢落去，佢仲會俾你賺少少，等你放多啲錢。有記者問過受害者：你點解會咁信佢啊？佢哋答：因為佢好似真係明我。係啊，佢哋梗係明你，因為你所有對話、喜好、反應模式，早就喺獵心系統裏邊測試過幾千次。呢個唔再係愛情詐騙，係一間科技公司用人工智能販賣人性。佢唔需要呃你，佢只要預測你幾時自願送錢俾佢。呢度係感情工廠，生產嘅唔係戀愛，係慾望與幻想。殺豬盤呃完錢，錢去咗邊？喺柬埔寨收嘅美金唔會就咁擺喺床下底嘅。陳志下一步係洗白，唔係用漂白水，係用制度洗錢。第一步，錢要入香港，但你明啦，直接過數分分鐘俾銀行凍結，所以佢用咗幾個角色。你可能聽過 Mighty Divine、美的信託、東南亞創科基金、南洋理工大學研究贊助。呢啲名聽落好正路、好乾淨，但係實際上係最毒嘅包裝紙。Mighty Divine 表面咧係一間投資公司，主打亞洲創新、初創科技、社會影響力，但係背後股東結構層層轉名、層層信託，最終指向一個陳志關聯嘅英屬處女群島空殼公司。美的信託就更加高級，以家庭辦公室名義成立，管理所謂高資產家庭財富，實際就係將黑錢換成合法資產配置。例如買保險、買樓、買藝術品、買教育基金，再將啲資產信託化，變成慈善基金、教育贊助、校園研發項目。其中一個代表作就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數碼社會創新計劃。背後有啲乜？有研究助學金，有區塊鏈應用，有大灣區聯合培訓計劃，乜都有，但係全部都係冇監管、冇審計、冇追查嘅。
見到呢啲名，普通人會覺得哇，好有格調，做教育都肯捐錢，應該好人啊。唔好意思，呢啲就係表面最乾淨，實際最污糟。有觀眾會問：咁啲錢點樣過數？點解啲銀行唔封佢戶口？答案好簡單，因為冇人知呢筆錢係黑錢。資金經過幾層嘅轉換，第一步由虛擬貨幣轉入私人加密錢包，第二步分批換成穩定幣，如 USDT 再轉入中介公司，第三步中介公司會用開發援助、科研贊助名義轉入香港或者新加坡戶口，第四步再轉入信託戶口，聲稱係捐款、投資、基金操作，講得出晒成個過程，但係查唔到源頭。銀行見到入帳係基金會過數，冇理由拒收。稅局見到係慈善捐款，又唔會多問。使錢唔係要你做得隱蔽，而係要你做得好似好公開、好高尚。你越似一個守法公民，你就越容易瞞天過海。而佢哋用嘅最大武器唔係刀，唔係槍，係信任。2025年一份文件震撼全球，美國司法部突然公開一份起訴書，標題 United States vs. Chenji， 唔係匿名，唔係暗示，係開名、實名、實招。呢份文件68頁，細到可以逐個數，裏邊講咩？我幫你總結晒，34個人頭賬戶，每個都係唔同名、唔同國籍、唔同證件，有啲係香港開戶，有啲係新加坡，有啲連埋開離岸戶口。佢哋嘅作用係咩？洗錢轉接器，7間香港公司，表面做 IT 服務、科技創新、教育培訓，實際用嚟轉賬、注資、開收據。2個新加坡信託，其中一個仲掛住慈善、家庭財富管理4隻字，話自己係幫企業家傳承資產，結果就係幫騙徒傳承黑錢。一條2300公里嘅黑金通道，由柬埔寨金貝園區一路經寮國、泰國、緬甸，再經深圳、珠海、澳門轉入香港，最後跳去新加坡、杜拜、瑞士，一條通道連住5個國家、2個貨幣區，洗到乾乾淨淨，乾到你唔敢信。而最爆嗰句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騙局，呢個係全球性嘅販賣人口、洗黑錢同埋資助恐怖主義活動，即係話佢哋唔淨係呃錢，仲涉及跨境人口販賣，同一啲中東組織有資金往來。起訴書最尾列出一個名單，叫做對國家安全有潛在危險嘅組織，入邊出現咗陳志個名。結果點？陳志失蹤，有人話佢喺杜拜，有人話佢返咗中國，仲有人話見過佢喺阿布扎比嘅機場出入境記錄，但係全部無從證實。網絡上再冇佢任何足跡 ，Instagram、LinkedIn、Telegram 全滅，甚至連佢個人護照記錄完全抹走。呢一刻，陳志已經唔再係一個人，佢變成咗一個傳說。點解咁多國家知道，咁多新聞報道，咁多受害人，但係冇人可以阻止？有人問點解可以咁明目張膽？點解警察、銀行、律師、會計師全部都冇做嘢？咁嘅答案好簡單，因為一切都合法啦。制度就係佢最大嘅保護傘，所有洗錢文件、轉賬協議、信託合約、稅務豁免書，全部都係真。律師寫、會計師核、政府部門 stamp， 冇假文件，冇冒充名義，但係呢，就係用真制度包裝住假錢、假人、假心。喺柬埔寨，佢叫自己做科技企業；喺新加坡，佢變咗教育基金；返到香港就搖身一變亞洲創新人才培訓計劃。你睇幾好聽，幾乾淨，但係背後係乜嘢？係一班被賣斷咗身份證嘅受害者，一條條被操控對話，一個個失聯賬戶。有啲人講有法例咪可以執法咯，錯啊！制度就係為咗合法而設，唔係為咗公義而設。制度可以製造公平，亦都可以製造假象。最恐怖嘅唔係冇制度，係有制度，但係制度保護壞人。我哋以為
黑錢會藏喺荒山野嶺，會藏喺深海離岸戶口，但現實係佢哋就藏喺最光猛、最乾淨、最名正言順嘅地方。藝術館、慈善晚宴、學術會議、創科比賽，你望住佢個名，你唔會懷疑；你睇住佢張相，你唔會報警，因為太正常，正常到你唔會覺得有事。最後可能你會問：咁樣講落去，仲有冇希望？我唔知，但我知道一樣嘢：制度本身冇罪，但用制度遮住罪就係最大嘅罪。陳志消失咗，有人話佢走咗去杜拜，有人話佢返咗中國換咗身份潛咗水，但最可怕嘅唔係佢人喺邊，係佢個制度仲喺度。佢建立嘅唔只係一個詐騙王國，而係一套用制度保護自己、用合法掩飾黑金、用慈善洗白罪惡嘅系統。而最令人心寒嘅係呢套制度根本唔止一個人喺度用。多謝你陪我睇到最後。如果覺得條片有啲料，想我爆多啲猛料，請我飲杯咖啡啦，掃呢個 QR code 或者撳留言置頂嘅鏈接，一杯咖啡就當俾我充翻啲電，繼續拍落去。呢度係黃先生戲院，多謝各位入場。今次故事就到呢度散場啦。記住，呢個只係電影，唔係投資建議。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